干嘛？长，航行，顺。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叠字啊？为什么？对，因为我们就是要来学客家的叠字。游戏规则：答题节目组會本下可以同下家師，韓國本裏邊同佢那嘅用法同意思，因此題就第一分，上來問你係基本啲嘅客語藝輕鬆咯。第一題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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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叮叮叮叮哦，你这个人真的是叮叮叮叮哦，你这样骂我可以耶，我被骂的有感觉了，我来。那你快点骂我一下，让我有感觉。你整天在那叮叮叮叮，原来我是叮叮叮叮叮，够了没啊？有感觉了吗？我找不到了，我找感觉。好，请翻版。难搞，找不到东西，占位置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同步还有提示哦。请翻版，有点一样，有点不一样。好，有人答对了，哇，嗨，恭喜江老师跟迪达。就说是太重了，呀！这个是形容水从沾湿的物体上不断的滴水下来，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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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一首歌哦。好，第二题，4个叠字，溜溜溜溜。溜溜溜溜，唔系溜溜溜溜，它溜溜溜溜哦。我知道了。哇，你们都不用提示哦，我提示很用心。不用，我们都不用提示。说太多次了啦，让你休息一下。1、2、3，请翻版。流水，就是河流那种流水。讲到吃东西的时候，一直这样的流出来之类，就弄得脏兮兮，然后就会被大人讲说你吃东西像溜溜溜溜呢。哇，你们需要流搞到一整台这样溜溜溜溜吗？不停的转动，流水席，因为你在吃东西就不是，我还是觉得是吃那种液体的东西会流下来那一种状态。迪达刚刚是有一点接近了，但是你现在写一写，好像写到歪掉。它这个意思呢是形容水不断的在流。那流水席啊，不一样。我觉得他有答对哎，我其实觉得流水他有答对哎，他就是在形容。天哪，你们这公平公正哎，我觉得你很棒哎。好，那江老师，我知道你说的那个，你应该是形容小朋友东西口水一直流下来，溜溜溜。其实可以这样子用，因为你丢那个水，口水一直流下来，就是溜溜溜溜的。天哪，那我们一起答对哎，我们用对了是吧？像是你比较答对。我弄天2天出去玩呢，你就都在吃喝喝，你还会干嘛？好，那我们来练习一下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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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我们会一次学3个，这3个你们光看字面有什么感觉？可能就是唠叨，一直念啊这样子。但是我们上面分别有数字，请你们依这个数字呢来排名，他们谁感觉最凶狠、最大声？假设你觉得最凶的可能就是比如说3、2、1好了，你就写最凶的是3，第2凶的是2，难是吗？第一个念。叨，好明显哦，就这样了啦，就是3、2、1。对，就是3、2、1。最凶的是3。我们好有默契啊，这一次答对了耶！为什么叨让你们觉得有一种最凶的感觉？因为它是感觉是这个字念起来叨也是最凶的一个腔调啊。它还口字部，因为其实它感觉比较是呢喃或者是感觉碎嘴，但是这个倒是直接用骂的，用骂的切你。那这个抖的意思就是形容很啰嗦，一直说的感觉，所以它是最凶跟最大声的。好，那我们来念一下抖。然后第2个这个形容碎念，一直在念，没有到啰嗦那种凶的感觉。喵。第3个，好，这个就是有点自言自语，再一次，客語班上說，歡迎來到我嘅Body Bus 啊，譬如 coffee、有 tea 還有米，教你個客語。睇家啲客語有貼士冇？
贴丝哦，40丝同不住共用，不过家嘅人条无共用，贴丝当神器吼，教大家提个多，迄讲伊3年吼，啰啰嗦嗦讲唔煞，好实在很定讲哦，多，像俺很强的什么诶，讲法用错的多喏，安样唔好看，多，啥好嘞？没有一只贴丝。来当讲嘅，念，做系哦绵线，一句话哦讲唔衰，又强用的讲，好绵线，谈到一只贴丝上到13年，嗰3年就係阿妹。因为阿妹吼，佢生日的吼，用慢讲就讲唔通，阿妹就会念讲唔衰，肯定讲我冇真念咩，肯定讲我條那麼搏殺咧，念，還有一隻貼絲，較點青下難，做迄13年吼，唔知你講乜嘅，難，七家講法，唔知講乜嘅。下課咧，我也下做上下課咧，我也下做上下課咧。哦，唔呀查人吼，我唔知你做乜嘅，13年哦，你嘅難，講乜嘅，你談唔識哦，難。家下搞嘅什麼詞就當唱，都吹惡嘅，都吹唔惡嘅，多，念，難，要全部哦，攏水有關係，啥好嚟教大家攏水有關係嘅，叮，細條那麼吼，嘅哦，水吼冇出走，就話你哦啲條那麼當擺安尼流下來，嘅水哦，叮，我出走，冇辛苦哦，我濕貼咧，叮，加係細講嘅水，也教大家大講嘅水，都流，佢細聲見吼，佢哦流，水我變好誒，係唔係介意細聲？流，係唔可以哦，下課。愛 vodka 旁邊的河巴溜。今日上節目愛好緊張，時間一切南。頭先剛該江老師一直在化妝間，該時間一直抖。我覺得他流，他我會把他打到他口水流，打到那個血流。